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呢排去親茶記或者係啲連鎖餐廳食嘢，總係覺得嗰陣味好似倒模出嚟咁。無論你喺旺角食定係喺屯門食，嗰碟咕嚕肉或者係咖喱牛腩，陣味竟然可以做到9成9相似。最恐怖嘅係，你落單唔夠3-5分鐘，碟嘢就熱騰騰咁端到你面前。你以為係個師傅手腳快？你以為係間鋪頭大廚廚藝精湛？醒下啦，其實你極有可能係俾緊幾十甚至成百蚊港紙去食緊一包喺大陸工廠批量生產，成本可能只係3幾蚊人民幣嘅預製菜料理包。今時今日喺香港呢個所謂美食天堂，我哋正面臨一場無聲無息嘅飲食革命，但呢場革命唔係進步，而係退步。大陸嘅預製菜已經全面攻陷咗香港嘅大小食肆，由街邊嘅頹飯茶餐廳到高檔商場入面嘅連鎖品牌，甚至係啲標榜每日新鮮製造嘅點心鋪，無一幸免。大家每日口口聲聲話要支持本土飲食文化，但事實上，我哋嘅胃已經被呢啲化學急凍包慢慢餵飽，而我哋仲要喺呢個物價貴到離譜嘅城市，捱緊貴租，捱緊貴物價，去吞呢啲充滿添加劑嘅工業製品。講到預製菜，好多人可能仲停留喺即食麵或者叮叮燒賣嘅印象，但現實遠比你想象中瘋狂。依家大陸嘅預製菜技術已經進化到乜嘢地步？2026年初嘅今日，你喺大灣區求其揾一間工廠，佢哋可以將水煮魚、佛跳牆、黑椒薯仔、牛柳粒，全部整成一包包真空包裝。呢啲嘢入面放咗啲乜？為咗令到啲肉喺急凍半年之後仲係滑溜溜，佢哋會落大量嘅補水劑、磷酸鹽；為咗令到個汁色澤鮮豔，佢哋會落色素；為咗令到陣味夠野味，化學調味劑、增味劑更加係基本盤。點解香港啲餐廳咁鍾意用？原因好簡單，就係一個錢字。香港呢個地方租金貴到攞命，人工又年年加。如果你請個大廚，2024年嘅價錢，閒閒地都要3-4萬蚊一個月，仲要未必肯聽你話，心情唔好又話要射波。但係用預製菜呢？你只需要請個20-30歲嘅後生仔，或者係50-60歲嘅阿姐，佢哋唔使識煮衫，只要識剪開個包裝袋，倒落個微波爐或者熱水入面浸熱佢，跟住倒落隻碟度，加條菜裝飾下，就可以賣俾你60-70蚊一碟。咁樣計落，老細慳咗幾多成本？以前我哋食嘢講究鑊氣，講究師傅嘅手藝。去食個乾炒牛河，要睇個火候夠唔夠，要睇啲河粉有冇斷。依家啲河粉可能都係預製嘅，牛肉係用化學藥水醃到完全冇咗肉味嘅神仙肉。最令人氣憤嘅係，呢啲食肆完全唔會話俾你聽佢係用緊預製菜。佢哋包裝到自己好似好有客，餐牌寫到天花亂墜，咩秘製汁醬、古法炮製，其實個真相係個所謂秘製汁係喺東莞或者佛山嘅化學工廠入面，由化學工程師調配出嚟嘅。你可以試下回憶下，最近一次去連鎖餐廳食個梅菜扣月，係唔係覺得啲肉入口即溶到有啲唔真實？完全冇咗豬肉嗰種質感。個汁係唔係有一種好重嘅味精感？食完之後要係咁飲水。如果有呢啲感覺，恭喜你，你已經成為咗預製菜嘅受害者。喺2025年嗰陣，已經有數據顯示，香港超過60%嘅大眾化餐飲已經唔同程度咁引入咗預製菜。嚟到2026年，呢個比例只會更高。最令人擔心嘅係健康問題。呢啲預製菜為咗延長保質期，通常係高鹽、高油、高糖。長期食呢啲嘢，對身體有幾大負擔？香港人生活節奏快，好多時都係求其食一餐，諗住返工咁辛苦，食好啲補償下。點知你食入肚嘅，竟然係一堆長期擺喺零下18度嘅屍體飯。尤其係啲老人家或者細路仔，佢哋嘅身體邊經得起咁樣嘅化學洗禮？有人會話，日本、台灣都有好多預製嘢食啦。人哋都係咁食，點解大陸嘅就唔得？問題係人哋嘅監管同埋誠信，人哋會清清楚楚標明係冷凍食品，而且人哋對添加劑嘅管控非常嚴格。
但係我哋依家面對嘅係大陸供應鏈，唔係話歧視，而係事實擺喺眼前。大陸預製菜市場發展得太快，法規完全追唔上。為咗追求低成本，啲廠商可以用幾差嘅原材料，你根本想象唔到。再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我哋嘅飲食文化係我哋嘅核心價值。以前啲人嚟香港係為咗食新鮮嘅海鮮，有鑊氣嘅小炒。如果有一日，全香港所有餐廳賣嘅嘢都係同一個味道，咁香港同一個大型嘅美食廣場，同一個大型嘅微波爐中心有咩分別？我哋俾緊全世界最高嘅生活成本，但係換嚟嘅係最廉價、最無營養嘅化學包。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諷刺。大家試下諗下，一個10幾20歲嘅後生仔，如果佢由細到大食嘅都係呢啲預製菜，佢嘅味蕾會變成點？佢仲會唔會識得分辨乜嘢係真正嘅新鮮食材？佢仲會唔會知道乜嘢叫做食物嘅原味？當一代人嘅味覺被呢啲工業化嘅味道佔領，香港嘅飲食文化就真正走向滅亡。依家好多茶餐廳，甚至係啲老牌字號，都開始守唔住。點解？因為競爭大。隔籬屋用預製菜，成本低，賣得平，仲可以送飲品。你堅持每日去街市買新鮮豬肉、新鮮菜，你個成本根本鬥唔贏。結果一係你就執笠，一係你就一齊墮落。呢個就係最悲哀嘅地方，劣幣驅逐良幣。我哋作為消費者，唔通真係冇得揀？其實未必。我哋可以由細節去觀察。第一，出菜速度。如果你嗌個煮得好繁複嘅餸，3分鐘就上台，咁你就要小心。第二，味道嘅一致性。如果你去幾間唔同嘅分店，陣味都係一模一樣，連嗰嚿紅蘿蔔嘅軟硬度都一樣，咁多數都係工廠貨。第三，食材嘅質感。新鮮煮出嚟嘅嘢，層次感係好鮮明嘅，唔會好似預製菜咁，所有嘢都係軟趴趴、溶爛爛。有人可能會覺得我太過偏激，話預製菜都有好嘢。係，可能有，但喺香港呢個唯利是圖嘅餐飲環境下，你覺得老細會買貴價嘅高品質預製菜俾你食，定係買最平嗰種化學包？答案呼之欲出。我哋每日辛辛苦苦返工，由朝做到晚，為嘅係乜？唔通就係為咗嗰一兩餐化學餐？喺呢個2026年初，我真係好懷念以前嗰種行入去茶餐廳，聽到廚房傳嚟鏘鏘嘅炒鑊聲，聞到嗰陣油煙味，但係充滿人情味嘅日子。依家入到去只係聽到微波爐叮一聲，或者係啲店員剪開膠袋嘅聲。香港人醒下啦！如果我哋繼續默默接受呢種預製菜文化，唔去發聲，唔去揀食啲真正嘅嘢食，咁我哋嘅未來就只會剩返一袋袋膠袋包住嘅化學垃圾。唔好再俾啲餐廳用高物價嚟做藉口，賣啲低質量嘅嘢俾你。我哋俾得起錢，就有權要求食到真正嘅嘢食，而唔係工廠加工出嚟嘅工業廢品。再深入啲睇，預製菜之所以能夠長驅直入，其實同香港嘅商場霸權都有好大關係。啲大集團旗下嘅連鎖餐廳為咗標準化管理，方便喺全港九新界開幾百間分店，必然會選擇預製菜，因為咁樣先可以保證每個經理、每個洗碗阿姐都可以煮出一樣嘅味。咁樣亦都方便佢哋控制庫存，減少浪費。但係呢種管理學上嘅成功，係建立喺犧牲食客健康同埋味覺嘅基礎之上。你想想，一包喺常溫下可以放1年半載嘅魚香茄子，佢入面到底放咗幾多防腐劑？就算佢標榜係零添加，佢用嘅高溫殺菌技術，其實已經將食物入面嘅營養成分破壞殆盡。你食入去嘅，除咗纖維同埋熱量，根本冇乜維他命或者活性物質可言。最可怕嘅係，呢種預製菜趨勢已經向學校飯盒同埋老人院滲透。試諗下，5、6歲嘅細路仔，正係發育最快嘅時候，每日食嘅都係呢啲重油重鹽嘅化學包飯盒。8、90歲嘅老人家，消化系統已經弱，
仲要佢哋去代謝呢堆化學添加劑。呢件事諗起都覺得心寒。有人話呢個係時代嘅趨勢，無得避，但我唔信。喺日本，雖然便利店文化發達，但係人哋依然有大量嘅匠人店、手作店，人哋對食嘅執着係刻喺骨子裏嘅。香港呢？我哋好似已經習慣咗凡事追求快、平、正，但往往忽略咗正入面最重要嘅品質。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依家啲小朋友咁容易有敏感？點解咁多奇奇怪怪嘅慢性病？雖然無直接證據話係預製菜搞成，但長期食加工食品肯定係其中一個推手。我哋身處2026年，科技咁發達，醫療咁進步，但係我哋連食一餐安樂茶飯都變成咗一種奢侈，呢個係咪進步？我喺度呼籲大家，下次去食嘢，試下多啲幫襯嗰啲仲肯自己煮，仲肯去街市買餸嘅小店。雖然佢哋可能貴少少，雖然佢哋可能要你等耐少少，但係起碼你食落肚嘅係真嘅嘢食，係有溫度嘅嘢食。我哋每一個人嘅消費選擇，其實都係喺度投票。如果你繼續揀嗰啲大集團，揀嗰啲預製菜，咁小店就只會一間一間倒閉，最後全香港就只會剩返一堆化學包供應商。我曾經見過一間喺深水埗嘅老字號，個老闆60幾歲，佢同我講，以前佢每日朝早4、5點就去長沙灣批發市場揀貨，啲牛肉要揀邊位，啲菜要點洗，全部都有講究。但依家佢個仔想接手，但個仔話，老豆，咁辛苦做乜？買啲料理包返嚟，剪開就得啦，仲賺得多過你。個老闆聽完之後，眼入面嗰種無奈，我到依家都仲記得。呢種係一個時代嘅斷層。當上一輩嘅手藝失傳，當下一輩覺得剪膠袋就係煮衫，香港嘅靈魂就真係少咗一大半。我哋唔可以坐以待聽，唔可以任由呢啲化學包吞噬我哋嘅生活。大陸預製菜嘅攻陷，其實係一種文化嘅入侵。佢用一種極其低廉同埋高效嘅方式，瓦解緊我哋嘅飲食審美。當你覺得食一碟幾十蚊嘅預製菜係理所當然嘅時候，你就已經失去咗對生活品質嘅追求。我哋要明白，食物唔單止係用嚟填飽個肚，佢仲係一種情感嘅連結，係一種生活嘅態度。預製菜無靈魂、無溫度，佢只係一種為了生存而存在嘅燃料。香港人值得食得更好。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保護自己嘅胃，由今日開始，多啲留意你食緊嘅嘢，多啲問下餐廳啲嘢係點整嘅。如果大家都開始覺醒，開始對預製菜say no，咁呢啲化學包就冇辦法喺香港立足。唔好等所有嘢都變成化學味嘅時候，先嚟懷念以前嗰碗熱騰騰、充滿鑊氣嘅雲吞麵。2026年嘅香港，雖然環境變咗，雖然好多嘢都唔同咗，但係我哋對食嘅要求絕對唔可以妥協。捱貴租、捱貴物價已經夠辛苦啦，千祈唔好再委屈自己個胃，去吞呢啲所謂嘅預製菜、化學急凍包。我哋要揾返屬於香港人嘅味道，揾返嗰份對食嘅尊嚴。呢條路雖然難行，但只要我哋每個人都做多一步，多一份堅持，我相信香港嘅飲食文化仲係有救嘅。希望下次大家出去食嘢嘅時候，能夠揾到嗰份久違嘅真正嘅味道。唔好再俾呢啲預製菜攻陷我哋嘅生活，我哋要奪回我哋嘅餐桌主權。其實預製菜嘅盛行背後仲隱藏住一個更大嘅危機，就係糧食安全嘅不透明。喺工廠化生產嘅過程入面，原材料嘅來源往往係一個謎。為咗壓低成本，廠商可能會選用一啲瀕臨過期或者係品質次等嘅肉類同蔬菜，經過強力嘅化學調味同埋高溫處理，你根本食唔出原本啲嘢係咪新鮮。相比之下，以前啲街坊小店老闆同街坊都熟，佢唔敢亂嚟，因為口碑就係佢嘅生命。但對於大型預製菜工廠嚟講，你只係一個數據，一個消耗佢哋產品嘅終端。講返轉頭，點解我哋會對化學包呢個詞咁敏感？因為呢啲嘢真係唔係食物咁簡單，
佢哋係實驗室嘅產物。喺一包預製菜嘅成分表入面，你可能會見到一長串你讀都讀唔出口嘅化學名詞：增稠劑、穩定劑、抗氧化劑、酸度調節劑。呢啲嘢喺短期內可能唔會令你即時中毒，但係日積月累落嚟，對人體嘅代謝系統、免疫系統會有乜嘢影響？無人敢保證。尤其係對於我哋呢啲每日坐寫字樓、少運動嘅香港人嚟講，身體本身就處於一種亞健康狀態，再長期攝入呢啲高負擔嘅化學物質，簡直係慢性自殺。所以，下次你打算落單之前，諗一諗，你到底係想食飯，定係想幫間工廠做化學測試？我知道有人會反駁話，我冇時間煮飯啊，返工咁攰，食預製菜方便嘛？方便係有代價嘅。如果你為咗慳嗰少少時間而去損害自己嘅健康，去支持一種唔健康嘅產業鏈，最終受苦嘅都係你自己。其實簡單煮個麵，加隻蛋，加2棵新鮮菜，雖然唔係咩山珍海味，但起碼你知自己食咗啲乜。我哋要重新審視自己同食物嘅關係。食物係大自然嘅饋贈，唔應該係流水線上嘅零件。當我哋失去咗對食物嘅敬畏，當我哋覺得食乜都冇所謂嘅時候，我哋其實已經失去咗生活嘅樂趣。依家嘅香港，街道雖然仲係咁熱鬧，燈光雖然仲係咁燦爛，但係入面嗰種味已經變咗。我哋唔希望未來嘅香港變成一個失去靈魂嘅城市，連食餐好飯都成為咗一種遙不可及嘅夢想。所以我今日企出嚟講咁多，係因為我真係好愛香港嘅飲食文化。我唔想見到我哋嘅下一代以為預製菜嘅味就係媽媽嘅味道，以為化學添加劑就係美食嘅代名詞。我哋有責任去守護呢片土地上真正嘅味道。大家記住，你嘅每一餐都係你對呢個世界嘅一次表態。係選擇支持工廠化嘅化學包，定係選擇支持充滿熱情同手藝嘅真食師？呢個決定權喺你手上。唔好再俾大陸預製菜全面攻陷香港。由今日開始，食返啲真正嘅嘢，對得住自己個胃，對得住自己嘅健康。香港人加油！我哋一齊揾返嗰份屬於我哋嘅熱騰騰嘅真材實料嘅美味。唔好再做預製菜嘅俘虜，唔好再做化學包嘅受害者。我哋要食得有尊嚴，食得健康，食得真正有香港味。